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2026年5月3號，同老婆開始喺瑞士琉心市嘅第一天行程。先係坐遊船，即係嗰啲 boat cruise，暢遊琉心湖，遠遠就望到嗰個叫做龍山嘅一個雪山。跟住就去舊城區揾一間歐洲最古老嘅中餐廳之一，創辦喺1934年嘅叫做李太白。去到舊城，梗係要行下嗰個琉心市嘅地標，就係卡貝爾走廊橋。瑞士呢個國家做鐘錶係最出名嘅啦，嗰隻勞力士6062喺琉心呢度咧就可以睇到啦。嗰晚就食咗一餐好貴嘅泰國菜，一碗湯一個正餐，成為100元加幣。